大家有冇發現咧？近排咧個天成日都灰灰蒙蒙 ，PM2.5 咧大家都聽過。原來 PM2.5 咧係會令到我哋嘅膠原降解咧增加35%。有時咧大家出完街之後咧，攞個濕紙巾抹一抹塊面咧，咦見到有少少灰灰地嘅。其實咧呢個都好可能咧係呢一個空氣污染入邊咧 PM2.5 會對我哋造成皮膚影響嘅一個原因嚟嘅喎。嗱，香港嘅空氣污染咧其實都幾勁嘅。嗱，根據環保署嘅數據啊，香港平均嘅 PM2.5 嘅含量咧係達到22至到28個 microgram per meter cube 嘅，比起世界衛生組織嘅標準咧5個 microgram per meter cube 咧，其實咧高咗4倍多。咁對皮膚有幾影響咧？咁樣嗱，根據呢個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2018年嘅一個研究咧，就話 PM2.5 嘅濃度每增加10個 microgram， 我哋皮膚嘅色斑就會增加12至到15%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 PM2.5 黐住喺皮膚咧，其實就會造成好大嘅皮膚嘅氧化壓力，破壞緊我哋骨膠原嘅完整嘅。咁原來咧 PM2.5 咧會令到我哋皮膚嘅發炎因子增加啦，亦都咧會令到我哋嘅膠原分解嘅酵素會增加咗嘅，即係話咧佢直接降解我哋皮膚入邊嘅骨膠原。嗱，根據咧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7年嘅數據咧，每暴露6個小時嘅 PM2.5 咧，其實我哋膠原降解率咧就會增加35%。咁呢度咧又俾3個步驟大家睇下點樣可以挽救呢一個污染帶嚟嘅皮膚影響。嗱，第一個咧好簡單嘅啫，就係透過補充維他命 C。嗱，根據咧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07年嘅時候已經發現咧，維他命 C 嘅補充咧係可以降低我哋皮膚嘅氧化壓力咧，達到27%咁多。第二個步驟啦，就係要補充膠原肽嘅蛋白質。咁喺我哋皮膚基底入邊咧，幫佢建立翻一個完整嘅膠原蛋白網。第三咧就係一翻到屋企，記得馬上咧就要開始清潔啦。喺旺角行一圈咧，皮膚就可能會老1歲嘅，所以唔補膠原蛋白嘅時候咧，你真係要小心。今日要去邊度？基底有料到 ，follow 我哋先知道。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將我哋條片分享俾同你一齊想變靚嘅朋友仔。下一集再同大家一齊開機密。